船呢，泰船爱来台船港，我就上去老去带入边港口里面去靠街码头装卸货。那我就是提供了专业的服务，技术性的服务，有这个船呢就平平安安、安全来过这码头。这个气囊都还蛮强的。这个外头航行仪器，你啊铁土、钢土里头，今仔船的蹲喺带，油把个船呢，爱起来，吉头速度，怎么看了就看得到嘞，嘿。码头呢，从下坡，所以时代中爱里头土嘛是船的载来嘛，遇到货物下来了就爱处理嘛，处理嘛还要亮光来带去处理。无机试船呢，船呢无机去做咧推动，我就是做无法度坐伊个船呢，无法度坐伊个船呢，就无法度去泰船，量了带了船呢入港里头，其都会负责，然后其去维修都清好。安全也得让也要负责，保护他的安全。渔港算主帅，我们算他的将兵啊。主角去出征，他们是我们的这个侍卫啊。他发号施令。做些日天都嘛轻装，因为做些你做船单哦，欠日来日来做都该事都做唔好，所以大家都嘛会出力合作，所以如拄到乡亲里头吼，都较亲切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成，欢迎收看今晡嘅安详风法。今晡节目当中呢，台湾一开始的时间哦，大家有看到嘅影片当中呢，有幾個當見到嘅王太哥吼，其實呢都喺今晡嘅節目當中，我哋邀請來到現場。王太哥好，你好，大家好，我名叫做王玉輝，係，我係唐山高台灣嘅體育台嘅客家人。哦，唔過啲台攏啲啊，我叫做主鋪吼。哦，主鋪，123台咧。哦，而家行客家行講到安裝個唔可以查啊。我爸我妹都咪客人啊。哦，嗱我我爸細細家就留瓦婆。係。都台人幹演，去花蓮嘅港中做事，所以在嘅花蓮，嗰時候在花蓮出世咧。我都花蓮算講天二胎啦，我爸天二胎嘛，我都天二胎。唔過而家唔係工作吼，係唔係在花蓮咧？喺在台中講咧，嚇，係冇？而咧喺東，而咧喺西，係在嘅東埔來出成一下工作嘅，係在西埔。不過我想講嗬，而家嘅鹽水人嗬，都帶係乜嘅工作嚟嘅，做乜嘅？你都知啊，該就破車小弟嘛，吼，你查四喜飯店裡頭小弟就在查代客泊車，代客泊車，我們是代船破殼的大哥啦。哦，然後船呢就攞杯涼飲來帶去靠碼頭。
啊靠那边啊嘿。哦，个一天嘅歌场都出过啦吼。虽然讲，王太高佢讲吼，穷样嘅事情唔过吼，其实吼量嘅薪水啦，做嘅事情专业度係无穷样啦。因为哦，唔讲代客泊车迄个讲会进来，啊查来嘅市区停车位嘅停电都好，也嘅唔係講咧，因為要做到引水人嘅亮光嘅嘅職務吼，唔係咁簡單。哦，聽講係所有嘅做船員嘅人吼，一生人最上嘅做嘅都係亮光，錯冇？冇唔錯。船員都世界各地鐵人走嘛，離開家庭那時間正長嘛，啊轉來啦，啊做亮光都對台中港啊，都港口，啊所以你當日他嘛做得到木下人窮下，所以咧就冇窮到嘅地方。唔過回想一下，細漢嘅時陣啊，啲親像係學嘅海洋嘅，太學係讀海洋太學嘅。就海洋基隆嘅海洋大學，嗰當時吼，因想到吼，因老人家尤其客家嘅字體、客家嘅阿爸阿媽，攏希望講，出界社會吼，太漢以後唔係做先生、做醫生，都係講希望做會計師嘛計，較無講想講要去討海，因為討海唔講一天天船嘅出去吼，一出去。台灣黃太高佢而家要講哦，一出去都當久嘅時間咧。啊，唔該當時爺爸爺媽，係咪對唔有乜嘅期待？唔要想要去讀個海洋大學。我13歲，我爸就過身咧。哦。所以我讀書嘅過程之中真辛苦。攏考一家吼。攏考一家。哦。我用嘅為了行船咧，就我考大學家。讀花蓮讀。高中嘛，考大學家，我太哥都講啊，家都做先生呢條吼，薪水真少啦，冇去做先生啦，人都看要做別解，我就想講家庭環境冇親好嘛，就選入來嗰種國立的大學啦，學費負擔較少，錯冇？就兩填啦，填了67個志願啦，不知道第幾個志願就進了航海系啦。那哈巴龍東就。可是那個時候知道航海系到底做什麼嗎？那個時候呢？那時候在40年前呢，航海系唔知要做乜嘢啦，阿妹就去面方讓拜拜講，你啊以後去行船咧吼，保護較平安啦。以前講行船嚟講真危險嘛，都係咁講討海人吼，討海人都係啊，有樣嘅天氣啦，乜嘅吼，海上吼，都會較冇平安啦吼，阿妹嘛同意唔去討個。因為佢想講家境冇安好啦，吼。係啊，而做啲讀書都去讀啊，所以我環境蠻辛苦。不過40年前讀到太空嘛冇簡單咧。嗰時有得我。對客家人嚟講，對客家人冇簡單。我自己都讀嗰種嘅師範。我記得做先生。那泰國都讀工專，台北工專。香港阿你有一技之長，以後出社會做啲夾夾嚟賺錢啦。爸爸媽媽也沒管啦，因為他不是識字嘛。可能爸爸媽媽的基因留給我們是不錯的。所以都該存，我哋該存嚟，算講較有教育嘅種嘅家庭啦。我爸都唔識字嘛，但是喜歡社會服務，所以嘛做到群眾。阿媽冇簡單咯，冇簡單啦。喺當時大學畢業以後，出去海上，坐船嚟出海，該工作嘅情形喎，該非常該當時，會當辛苦嘛？真辛苦喎。我實習生完了，服兵役完了就去行船啦。開一擺，第一擺去行船吼，1年半咁轉來啦。我細年呢出去家，我太太就懷孕了嘛。出來轉來，該細年差不多要現爸爸啊。1年多啊，
吼，看出去踢球啊， 100多亿件人当中哎，该了。以前吼，去到哪位哪一些国家？国家都去，甲还专门招日本啊，中南美洲，嘿，所以俺西班牙文嘛讲得不错了。哦，有样哦，哎，实在唔会差呢。你看吼，做年100出去1年人当中了，不过该社会吼，台湾的歌唱当中吼，是讲100出去安尼，超过1年人转来。cái xã hội tụ tụ講nghe mà sao， 會安尼講冇？有這個經驗冇？冇按嚴重啦。冇入，以前攏聽講，聽講喺行船啲人攏安尼咧，伊就轉來伊講驚咩講驚係嘛爸講驚嘛啥？有當然開始哦，有嘅可能有樣哦。以前咧通訊冇按發單嘛。所以唔聽咧係。商船當中啦，哦，商船嗰啲家都在日本那嗰種嘅航運公司工作。哦，誒條件唔歹歹吼，到底吼也個黃友輝睇過吼，佢嘅以前喺樣板行過來，按樣板來做即個兩江嘅人吼，做啲引水員兩江嘅人吼，等下吼，將強下來了解吼，無鐵礦吼，一下。斯坦人吼，嘛做哋講，本人嘅社會吼，慢慢學習技巧嘛，有或者機會吼，做哋同嘅黃友輝太過傾樣哦，係可以係。該集船呢，土馬尼都該發號司令啦，都該管理力量，船長像董事長咁樣，哦，太夫就是執行長，哦，那個2副3副就是這個課長。哦，經理這樣，經理科長，的船上的佈置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再來節目嘅現場吼，因繼續吼，嚟請問黃太哥，我哋吼，要做到兩江嘅引水員無咁簡單。唔過吼，天咧一定要做船員，錯冇吼？錯。船員做啊，以後升什麼2副大副啦，什麼個職務吼，等下張搶來介紹。另外呢，要做到船長，船長以後還要考試。考過以後，真有可能變成兩國。不過，像伊啲後生人哦，都可上去工作做船員，都船長，也個過程要經歷乜嘅辛苦嘅經歷呢？哦，今仔是較簡單啦，以前是較困難啦。樣辦講？要從學校畢業了後，再去當實習生嘛。實習生半年。半年，然後考試，當做去做船副、3副，做2年，2副做2年，然後再考試啦，太副做2年，呢，加3副，你說船副啊？船副2年，3副2年，4年，6年，2副2年，個船長3年，9年，咧是都海上咯，你包括你在岸上休息啊，都嘛10幾年。哦，讓再來考兩個。哦，安尼，唔講喺高層唔係伊咧接伊咧係哦，沒有，愛吼，喺陸地上，自從實習生開始都考到兩個18年，18年時間哦，我們先不講那個2副、3副什麼的那些船長做的工作，都帶喺船長做乜嘅工作呢？該隻船呢，土馬尼都該發號司令啦，都該管理力量，代表的船東去做事情，領導就對了。對代表船東。還有什麼大副、2副咁樣嘅分？唔聽話要講什麼2副、3副，該迄樣，也得要做工作。很簡單來講就咁樣嘛，吼，船長像董事長咁樣，哦，太副就是執行長，哦，
那个2副、3副就是这个课长哦，经理这样子。经理科长的船上的布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该只船呢，迄船长来管理。大副那船长无错的时间，也係講要去做乜嘅事情，大副都係代表船長來做都錯嘅，係咪啊？總經理嘛，哦，大小事情都是他在發落。對。一隻船上船嚟講嗬，從以前唔停嘅上船，一隻船上船要幾多年？哦，差唔多20萬元。20萬元哦，一個小社會啦，20萬元。20萬元。佢船當有分甲班嘛。就是航行的，航行，还有机器的，机器好像还有什么轮机长，对，轮机长啊，大管啊，二管啊，管轮啊这类，还有机匠、铜匠啊，什么加油这类。来看个天样地度吼，有动到个少年哈，个轮机长嘛该啊，几个引擎师啊，懂也懂手啊，他好像要进去里面修理干嘛？个油样系安尼哦，油样啊。个底部温度动过哦，该就像个工厂空中啊，烤炉，工厂它就提供了这个船的动力嘛，船的提供了船的这些电力嘛，提供船的这个一切设备的东西，所以就像个工厂一样，就是那个生产的工厂一样，就是推动机器推动转动，让它运转顺畅一点。我想問講，聽我講20倍哦，23地杯吼，談講有來自。世界各國無窮樣國家人係咪？係啊，關台灣人在國內啦，他就是有做的選擇嘛，他當然選擇這個酬勞付低一點的薪水的嘛，同樣的這種工作嘛，但是台灣這個國輪呢，就是掛中華民國國旗的國輪，它是有規定，它就不能超過1/3的外勞，所以那个外籍的船员，是看各个国家的规定不同啦，哈，看要聘雇多少人。对。我嘅感覺講，有興趣上嘅了解講，按你同個國外嘅船員吼，樣板相處，語言啦，什麼吃啦也不一樣啊。船上應該有廚房有廚師嘛？對。係嘛？該不會有困難冇相處？冇太困難啦，因為吼。個船呢，當然都嘛啲走嘛，咱冇停下來，特啥都嘛有一個工作啦，做完工作負責當班啊，24點鐘叫喺當班啊，要分到3班啊，一當啊，所以大家都切無限，輪班都做輪班呢條，大家都切無限，冇乜困難啊。黃太公嘅請問哦，到底做研究嘅船員船長吼，去過嘅國家，要計算過有幾多個國家冇？哦，我有這個算過，因為我來做量工以前，我就算拿個地圖啊，後來去過，我就去過43個國家，哇，你當多呢？算當多嘅國家。今仔世界上承認的國家190幾個啊，那就很多。你媽當多啊，40個都當多嘅呢。其中吼，讓印象最深刻嘅係哪一個國家？你講起來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蘇聯啦。蘇聯還沒解放之前啊，還沒解放之前，還是共產主義解放之前，如依個黑海，你來講起。叫做奧德賽港口。奧德賽，你他停好了，船長前面後面，突然就來阿兵哥啦，入來站崗的啦。我唔知是講我條要下去來講，一條要跳所以那個結果對我來講。較特殊啦，我想你共產國家親手有機會做得去嘛，我就去該街上上街上去走走看看嘛，第一天看，整個街上只有一家商店啦，有得開，一家商店做生意，那共產國家嘛，一家商店而已，就很失望，但是這樣。就拄到嗰種嘅陌生人，講
千里万里，千里万里，你要乱钱嘛。哦，好好。然后想啊，都冇去买东西，冇去乱钱啊。啊，他叫问来讲，我做間牛仔褲，牛仔褲做嚟賣嘛。我講我托本兒都冇符合做。我想專業啊，啊啲一兩做嚟賣幾多錢？哦，叫我講當歸，好，我就聽人咧，我專業組就講，間有人愛買間牛仔褲咧，特啥就這樣穿着牛仔褲出去。都脱下来，脱没穿兩三件啦，亮。你人該從邊間人哥出來咧？如果你牛仔褲，我留住到巷子裡面，牛仔褲脱給他，你這皮帶也可以，皮帶脱給他，突然買本給，就有錢的嘛，有錢，我留住想來買東西啊，去商店一看，這個錢是沙皇時代的錢吶。迄做唔得用的錢啊，QI 錢啊，本然便宜嘅，便宜啊，又係當難得嘅經驗吼，所以講冇去過嘅國家吼，嘛唔知佢嘅文化層面都係樣辦吼，難得。蘇聯人啊，該當時係開放嘅嘛，係蠻開放，難得啦。騙子啊，唔過佢下開放以後都冇可能有一種嘅情形嘅啦，吼。係啊，佢下蘇聯俄羅斯。也嘛動發他的，但是嘛，真多騙子，嘛懂到吼，確實有樣，因為冇共樣嘅文化層面啦，就會有樣嘅情形。到底呢，韓國有乜嘅即係皇太國吼，在做船員期間、做船長期間，讓人呢感覺吼，印象特別深刻。韓國有乜嘅做啲建議本嘅後生人，去努力什麼樣大不一樣嘅事情呢？等下咱過來討論。任何的工作做久了總會疲倦嘛。係啊，你講嘅疲倦係樣辦呢？疲倦嘅感覺。你就講嘛，你看其他出去按叫當做轉嚟家庭啊，你會不會疲倦？會啊。我嘛曾經有講想退休，冇二來陸地上找個工作啦。我朋友就講。你的專業就是在海上啊！你回到陸地上來，也不是你的專業啊。那你一定工作會不如意嘛。台灣哦，講皇太國去嘅俄羅斯就前蘇聯哦，沙皇時期嘅銀票哦，嘛拿到，無法度買東西，本然便宜，唔過吼，該係佢嘅難得嘅經驗啦吼。其實咧，啱啱問過皇太國講，一擺出去幾久嘅時間講，最長嘅一擺係年人爭轉都無卡，錯冇？唔過一屆當中咧。那講幾個國家到幾個國家之間，吼，有時最長嘅時間差唔多幾多年嘅時間。在我的航海生涯裡面，最長嘅就係對我講嘅，該種嘅。多久才登岸？45年。按久哦。40年攏才喺海上。冇看到陸地呢？有啦，有過試運河看到陸地啦。看到無法度呢啊，錯冇？錯。我當好奇嘅講，安尼40年攏才喺船檔，感覺講無聊，或者係樣辦嚟度過廿個船檔嘅無聊嘅時間。看書嗎？看電視，有電視有看冇？就是錄影帶嘛。嘛就書裡頭有啦。每個人都自己有興趣活動嘛。愛冇代誌，愛就寫日記嘛。年紀韓國有留下來嘛？有啊，還個親獎呢。我冇乜嘅特長，記錄東西很會。哎呀，難得，其實吼，應該吼留個日記，留個相片帶過來，你看用嘢哋分享本嘢哋提講，應該當時係樣辦過成份爭錯。錯啊，要帶來寄下鄉呢？寄下鄉聽到啦吼，肯擺咱有時間再個帶過來吼。唔過係咪感覺講好奇嘅講，到底啲兩個嘅人吼，佢嘅工作係樣辦吼，然後看佢睇吼。皇太國佢嘅工作過程當中嘅影片，看過以後，然後來看下繼續來
問王太哥。好的，收到，谢谢。Good morning.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good. I go to bridge. Oh, okay. Come. BTS 黄宁港。35农村申请出港。35蓝光过来了吗？好，过来了。好的。要缆繩嗎？單板嗎？單板其他纜繩帶啊。Open. Horton. Horton, sir. Hot 20. Hot 20. Hot 20, sir. 好。是不是叫什么？小鱼啊。好好好，你做的鱼啊。那 Thank you。我们现在登上比赛，坐外边吧，坐外边吧。哦，对。VTS 黄泥港离开农村，谢谢。离开农村，谢谢。好。因條看到該團嘅 VCR 吼，佢講王太哥嘅工作嘅前言落去啊呢，太上入港以前吼，王太哥在北上去吐到該港口以後確定位以後，然後呢唔到愛來離開，我坐嘅四隻嘅船嚟離開嘛吼，該過程哦，其實聽講。兩港嘅人嘛，不有危險性係咪？係唔係？我看起來係冇乜嘅危險啊，唔拍到當好啊。咁危險性係到底係樣辦？以前聽講乜發生過意外嗬？係。掠喺好天氣啦，夏天啦。哦，夏天。冬天風浪很大啊。哦。個船嘅馬入來啊。係。我哋要上去啊。係。個船嘅。搖搖擺擺啊，很顛簸。然後細船呢就走去跌，會碰撞，碰來碰去，曾經在台中港還有麥寮港都發生，風浪大的時候，兩公它跌下來了。哦，跌下喺船呢？冇都太船呢跌下來，冇唔上去嘛。哦，冇去上去，跌下來，就該種個入到。哦，夾死，夾高陣，夾死，好，夾船呢，因為太船夾細船昏迷啦，昏迷就有救傷嘅但是就冇法度救到咗啦，吼，一種嘅危險性都會講天氣那麼好嘅時節有可能吼，天氣像人台灣看到嘅畫面係天氣當好嘛，該都北上已冇問題，佢就較安全啦，所以講，佢嘅危險性係有可能對天氣無好，咁有可能。吼，像你看到嘅唔係台中港嘛？台中港嘅淹水人吼，兩港有幾多少？17艘。哦，有17艘咁多哦。係。台中港係台灣第二個大港嘅。一般來講，吼，台灣一下有淹水人嘅港口，每一隻嘅港口都有係。土馬愛。對，基隆、
哦，台北台北港、台中台中港、麦寮港、安平港、嘿，高高雄港雄港、花莲港、嘿和平港、苏澳港。哦，啊，台中有17xã都做过。嘿，哦，啊，每一xã負責的係負責哪一隻船，係乜xã來派人呢？哦，我哋就輪班嘛，嘿，輪班啊樣，啊，人做兩港就輪班啊，輪班啊，船的賣借輪啊，啊，天12天12啊樣，哦，要輪班表都錯啦吼。唔聽我講嘅危險性來講吼，樣班兩港嘅人嘅薪水要按高下，我當好奇呢。主要吼薪水就比他遠洋漁船的船長較高啦。因為兩港都嘛船長出來，所以薪水要比較多，讓要吸引人嘛，讓佢來做啦。攏有幾十年、20年以上嘅經驗嘛，吼。啊，cái研水嘅過程吼，唔愛考cái唔講做船長以後，才有可能去考試嘛，吼。啊，考到cái執照，才做嚟做cái兩港嘅人，吼。cái考試會當困難嘛？哦，講考試吼，大概兩港哦，他嘛有故事啦。係樣板講，俺嘛有故事啦。你故事係樣板。你這一做任何的工作做久了，總會疲倦嘛。係啊。唔講個疲倦係樣板呢？疲倦嘅感覺。你就講嘛，你看其他出去按叫當做專嘅家庭啊。啊，你說會不會疲倦？會啊。俺嘛曾經有講想退休。冇二來陸地上找個工作啦。啊，我朋友就講。啊，你的專業就是在海上啊！啊，你回到陸地上來也不是你的專業啊，那你一定工作會不如意嘛。不如意的話，你就回到家裡心情就不好嘛。啊，心情就不好，這個整個影響家庭嘛。所以我被我老婆這樣一說的話，我又再拾起這個行李，又上船去了。那上船之後就到一個階段，才自己說想說，能夠去考臨港的這個階段嗎？我細年嘅裡頭，我媽真放心啊！我太太如果做欣賞嘛，細年嘅如果教育嘅清楚，教育同好，我太太如果做理學嘛，該妹就做數學博士嘛，日本美國教書啊，在美國嘅教書啊，我細郎嘛係客家人啊。但是太了解客家人啦。啊，要貼喺成個吼，冇啦。也唔可以按聽哦。啊，唔該細郎應該嘛係當優秀啊。優秀。我細郎該阿爸，跟我們還是廣東的故鄉啊，同鄉啊，蕉林啊，隔壁啊。跟以前姻緣定的姻緣啦，千里嘅姻緣吼，來相會啦。你看兩沙去美國爭碩士嘅係啊，唔看哦，也都係啊，像基本吼，我同王太哥做啲菜也吼，來聊天吼，也係嘛係有嘅緣分，係啊，錯。我做碩士20年前碩士，我嘛去考個兩港，我冇去做主持人，因為兩港較好傳。按你講，你睇講個重點啦。你講兩港安好，有冇人該怎麼來去考做兩港啊？係啊，大概都蠻問。你個喊那我就要來解答一下子。為什麼？因為去讀醫學系一定是做醫生，對。去讀航海系不一定來做臨港。因為他要考試嘛，對，所以就不一定了嘛。但是醫生也是要考醫師的執照啊，對啊，有執照嘅，當做的行醫啊。係啊，但是他一定可以做醫生啊。你做船員這類不一定考得上臨港啦。對，所以我如都要講用去考臨港。總之命運吼，就是這麼奇妙的這種事情啊。我以前做的那個航運公司啊，是台灣大的航運公司，在民生東路。有一年過年之後呢，這個我最記得了，這個在1月3號的時候，我們就上班去嘛。就接到薪水單一看，
我隔壁的这个同事都加了2000块，我怎么没有加钱呢？没有，我就很沮丧嘛，我想说，我还要继续在这边待着吗？还是怎么样子？那一天我用完餐之后，我就蛮沮丧，我就走过那个巷子，到民权东的行天宫，就正好在那边附近，宝贝，我说人在这个不如意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就想说，我求神问卜，对，就求了一个签诗，你知道吗？用办公跟签诗用办公，换工作，没，我要有钱，我就不是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签字我就给那个青衣妇人那时候有解释的。对。他说：“哎呀，少年，你要创啥？我想明年要来考试啊。”他看了他说：“签诗就丢给我较拍拼就好啊。”就可以掉。不是啦，伊无讲啥啦，他就没说什么较拍拼就好啊，较人家读册啊。我就把这事情也忘掉了嘛。对。然后就总之就是说颠簸，然后这样呢。想说在办公室待不下去了，这个薪水太低了嘛，跟海上差距很大，就去这个跑船，就跑了之后呢，第一趟出海的时候就到那个毛里求斯，非洲东边有一个小岛，就在船上发生了一个命案，那个应该当时才该算档哦，我在算档发生这个命案，一个副水手长吊那个舱盖的时候，差不多溺死啊！我就这样呢，被这家属这样过失致人于死，就叫下来上法院这样子。本人高都差不多。家属如去讲就这样子因缘际会这样子就很不如意嘛。总之我也没有放弃去考临港嘛。当我这个怎样呢？经过5年的准备前后5年准备考试终于才考上了这个临港之后我才回想起，在整理日记的时候，看到一个签诗这个就是我上次以前去签的签诗啊。对，我就拿一看是什么呢？上面写着，年来丰欠皆天数啦。这么多年来你没有丰收都是过去嘅风风雨雨拢系天数啦。丰收的丰，丰欠就是不丰收，皆天数。自是今年旱象多，今年的旱象特别多，已指定期3日后，田畴沾足以旁榻。原来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一切都是这样，命运中注定。跟你约定的多日以后呢，你要穿着你的雨鞋到底那个田都已经是这样，本来是旱象很多，就下了大雨对，下大雨之后你要穿着雨鞋去，田畴沾足以旁榻。我才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冥冥当中拢有当道嘅天数都会讲，有安排好。不过呢，其实呢，也嘅安排係人威望太高，其餘生人拢係當失望大兵。發揮因客人嘅硬頸嘅精神爭有根本嘅成就啦到底嘅過程當中，還有乜嘅做啲分享俾大家呢？休息以後，再過來看。台灣嘅航運公司很強大，就像大公司就有好幾間，這個船員永遠是有就業的機會所以今仔青島去看到航船不錯的這種工作，一開始記的時候就年薪100萬錯啊，船員1年7、8萬、10萬到10幾萬都有呢。有現在很多這個讀了這個碩士的，這裡都還去當船員。
欢迎到咗来现场，台湾黄太国讲到讲，佢嘅冥冥当中呢，佢嘅命运嘅安排让佢脑门做啲靠到也嘅亮光嘅人其实呢，乜地讲，靠亮光嘅人，靠准备5年嘅时间呢，实在冇简单我有一个疑问对讲，黃太公唔係花蓮人嘛？花蓮人也係台中做兩江人，係唔係要規定講？嗰兩江人嗰當時考試嘅時間係考台中江，係唔係講基隆江，也係高雄江，嘛做得做些，攏做得做兩江人。考試家就讓你分配好嘅。分配好。如果你考台中港就係台中港，考基隆就係基隆。你愛去配位，你個人可以去考。個人可以考個喎。做，一朝就發兩代都做做台中港咁樣。另係好奇哦，因台灣咁有人嘅做兩江嘅人，每一隻港口攏有考過嘅。強去殺安尼。我啲陣咧有2殺到3殺有2種啦。有2種誒。就要考較細嘅港口嘛。收入沒有這麼好嘛，他就再去考其他的大港口。因為考試入擺你台灣來講準備5年啦。很煎熬呢，隨便都考得到，很煎熬，很煎熬，很辛苦對，很辛苦。所以就大部分考上1個都已經不容易啦。台灣嘛有講西港口數年較少，太港口數年較多。該因為唔講，你每一次服務的趟次不同的關係嗎？不傳之數。它大港口。你睇個數年係講，兩水飲水一次。的收入如果飲水很多次，都數年較多安尼。錯，所以嘛唔係講每個台中港，唔講台中港17殺錯冇，17殺地擺，每殺嘅薪水都冇樣樣，係咪啊？做得人講，因為佢兩水飲水嘅趟次不一樣嘛。錯嘛吼，呀個工作讓感覺講最有成就係乜嘅？你看算了，該太算了，安太長，做得按那種，進來港口之後，把很技巧的、很專業的把它靠好，靠得很平安之類的。那個代理行在那個船東在下面寫黃連港，謝謝你啊。了就清給單的。你看想講啦，基本以前。幾個讓你謝謝呢？哇！了清潔單的，有在駕車了吼。像前陣子吼，我有看到一個國際嘅新聞，講聽說有一個郵輪也嘛該，可能係該飲水人也兩個人冇吐好，結果他去撞到那個船塢，對，那個港口，這種情形，台中港是發生過嗎？多多少少啦。冇有啊？因為吼。發生那種相撞的這種事情或是什麼的，不是很單純的啦。有時候就也不見得是臨港的人錯。第一個你車不來啊，你沒有前進不能前進啊，後退不能後退啊。你那個沒有機器啊，沒有機器不就是死掉了嗎？就像那個在高速公路跑，結果你的油門也沒有辦法加油，也沒有辦法踩剎車，那怎麼辦？就是這樣子，所以不是很單純的，蠻複雜的。這種情形也會有海事發生，還是會有啦。所以講該鼓手大擺該準備的工作攏愛非常的認真。雖然講經驗當道，唔過該10年入來有時嘛受到天氣嘅影響，或者係講其他嘅10年嘛入來，其他則該10年嘛有兩個人，兩個幾嘛兩個，可能2、3冇聯絡好，都有可能發生意外，錯冇？都嘛是話。唔要計劃講叫愛退休嘛？我哋今日做到65歲。65，加一點鐘叫都做唔得，佢都冇辦法做呀。咁直接就失效了嘛。你不能無照去領船啦。執照就發到那一天24時。你就超過24時，你就不能去領船。他們有2年啦。還有2年啦。差唔多3年。安尼限咗啲船，可以穿啲舒適的。
毋过若讲创业这经验，当然啦吼，都会讲工作吼都65嘛，应该要退休啦吼。人家说享受人生了吼，赚钱嘛爱讲做的事。不要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对，吼，有也仲係經驗爭錯。當然呢，對後生人來講，咪係20幾歲啊，錯冇？因為要唔該多經驗嘅傳承，然後退休以後，真要新嘅人加入。錯，後生人假使講，我以後我咪想要做亮光嘅人，我以後咪想要賺當多錢，哦，我以後亮光人我咪會做到當安全。按樣辦來做呢？後生人有乜嘅方法冇？後生人係愛用啦，吼。台灣嘅航運公司哦，很強大，就像大公司就有好幾間，長榮啦、陽明啦、萬海啦，所以它這個船員永遠是有就業的機會，所以給他青島去看到航船。不錯的這種工作，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就年薪100萬啊！哦，錯啊，船員一張年7、8萬、10萬到10幾萬都有呢。有啊，係啊，係啊，現在很多這個讀了這個碩士的，這裡都還去當船員，當船員。還有我知道有台大2個機械碩士，他也是去跑船，現在大概當了2副了。趁年輕的時候多賺一點，多辛苦一點是沒關係啦吼。因為講天算的吼，一張嘢出去可能一張嘢賺了100，吼，阿媽長久的時間要耐得住寂寞，走，耐得住寂寞。第一步是要耐得住寂寞。今他有網絡什麼這好多了啦。現在船上嗎？就得上網嗎？上網那很貴啊，但是可以公司會有配額給你 email。會有配個額度給你 email， 你可以 email 寫。嘛做啲寫信嘅本。那你到港口的時候就可以去買網卡嘛。那就可以用那個視訊啊，什麼這些，所以已經不是。所以唔係經驗係講，因為講後生人唔好講食苦啦，吼，應該係講要耐得住寂寞。其實像黃大哥講嘅，做幾個船員吼，船員一張嘢。2幾十萬唔係講困難的事情啦，冇困難。安尼那講慢慢的學習，慢慢的累積嘅經驗以後，都幾多時陣來考業嘅臨港搶用安尼，樣板規劃較好啦。以前對我哋來講，輕鬆嘅時間，家下呢？家下吼7年，做船員7年都7年。青島30幾歲啊，34歲啊，學校畢業都24歲哩對，你看都可以送7年，做亮光喺青島。而家想34歲、35歲，可以做到65歲，我做30年呢。錯啊！一張嘢幾10年，至少在陸地上，他就比那個遠洋船的船長薪水高一點啦。黃太哥講到重點哦，太哥要準備好吼，尤其後生人，那講做船員冇要緊，原來7年到10年來考上，唔是考5年啦吼，唔是像黃太哥考5年，考1年、2年、3年都要考上，10年之間都做得做亮光嘅人，哦，安尼。因為感謝黃太哥吼，同大家觀眾朋友介紹安度吼，用大家攏提講，cái亮光都帶去做乜嘅用大家呢嘛學習到吼，提講也個亮光，嘛係應該後生人哦，做啲追求嘅一個當好嘅工作，感謝大家收看今日安享風法，節目到這為止，感謝各位收看，下次再見，感謝，好，謝謝。